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根据新浪证券报道说传言再起，王石疑似被限制出境。随着万科问题的不断爆雷，频频秀恩爱上热搜的王石也被限制出境的疑云所笼罩。近期，王石暗示自己可能被限制出境，两位朋友邀请他参加在巴西举行的第30届气候变化大会，这本是他第16年来从未缺席的会议。但今年他坦言出境要某某某的批准，且表示会争取前往，但语气中已透露出不确定性。当时这则消息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如今回头看，似乎为他的这次回归宣言埋下了伏笔。说另外，在5月27日，王石在其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长文，文中提到，在外界看来，王石就是万科，万科就是王石，我认可万科是我创建的，制度是我建立的，团队就是我培养的，接班人是我选择的，岂能推卸对万科应尽的责任呢？王石称正在尝试和万科的决策层建立畅通的联系，为万科的平稳过渡，为保护广大投资者、万科合作伙伴13万员工的福祉而尽所能。此番表态表达了王石要帮助万科渡过难关的意愿，也被视为王石准备复出的信号。但是我在以前节目说过了我倒是觉得这不是王石要复出，都70多岁了，往哪儿复出离开万科都已经多少年了。第二个，万科现在缺的是钱，对吧？融资。与其说是王石要复出，不如说是自我辩白王石感受到了压力。这文章说尽管不再参与公司经营或治理，但王石持续多年从万科领取高额退休金。2019年，王石曾透露自己作为终身荣誉董事长，一年从万科拿的退休金高达1000万元。以此来推算，从2017年中期退休至2022年5年半期间，他从万科领取的退休金至少是5500万元。2023年，王石主动放弃1000万退休金，与公司共度艰难时刻。这个完全符合因为自那以后，王石不就更多的出来代言、直播、卖燕窝、参加各种演讲活动，那都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一下一年少了1000多万的收入当然这1000万交了个人所得税，恐怕那也有500万呢。郁亮接管万科这几年，万科的销售业绩屡创新高，市场份额不断扩大。但2019年至2021年期间，万科在拿地策略上过于激进，疯狂扩充土地储备，这种不顾市场下行趋势的盲目扩张行为，在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后，让万科付出了惨重代价。更加讽刺的是，郁亮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的喊让万科活下去，什么白银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青铜时代，一边喊着日子越来越难过，一边大肆扩张拿地。这个我在以前节目一直反复强调，这就是他的治理错位也就是掌握万科的人，他并不是万科的大股东。既然万科不知道是谁的，是大头的，那这些职业经理人他就会以各种旗号对吧，为公司发展，他透支公司的未来，疯狂拿地就这意思拿了地盖项目，盖了项目我个人可以拿提成对吧？我今年业绩做到了，我拿了多少地，拿地有拿地的 KPI 对吧？卖房子的 KPI， 每个城市的 KPI 都不一样，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不会考虑万科是未来，未来呢只是口号，让它活下去。然后就是在万科这儿对吧，就实际上就是我们俗话说的，最后是穷庙复方丈。那现在万科就是这么个局面，所以这个深圳地铁接手万科晚了，恒大一爆雷，深圳地铁就应该接手万科，现在擦屁股，成本代价越来越高就这样不一定能救得活如今万科深陷债务危机，2024年末其有息负债高达3612亿，一年内到期短期负债就有1582亿元，占比近半，可占上货币资金仅755亿元，资金缺口超800亿，惠誉更是将其评级下调至 CC 加，违约风险剧增。尽管大股东深铁集团多次书写累计借款120亿元，却仍是杯水车薪，还差600多亿，接着借吧。总之莫名其妙，万科从那个什么华润手上，还有这个恒大手上，对吧？把股权接过来之后，成了万科的大股东，但是他们却不履行这个大股东的责任，让一般职业经理人把持。
时，让万科就变成了一个中饱私囊的一个这么一个工具和平台。万科就是大头，因为万科的大股东就是深圳地铁，深圳地铁是深圳国资委，深圳国资委不就是大头吗？对于王石传言可是相当的不利啊，被限制出境。当然这还是传言啊，没有这个确切的消息。我们再看啊，这个碧桂园似乎也不消停啊。近日，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简暖长因多起债务纠纷被法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简暖长，男，中国国籍，2023年10月任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感觉这又是一个背锅的，已经被限制高消费啊。也就是说，这个碧桂园现在是越陷越深了，氧气管是不能拔的。我们再看看啊，财联社6月16日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傅林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随着各项稳定房地产的政策加快落实，房地产市场继续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在迈进。你看这个要加大力度啊，要不然这个对吧？要让房地产止跌回稳呢，就是过去呢力度还不行啊，还要加大力度。这个严跃进表示根据简单算术平均计算，5月全国7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负的0.2%，同比涨幅为负的4.1%。你说这个专家都是滑头啊！你说下跌就下跌呗，你非说涨负的0.2%，这让我想起了以前胡适啊，那胡适咱们叫微跌2%，美股是暴跌0.3%，对吧？把下跌改成带涨，净玩这种文字游戏，然后让这些对吧，本来这个智商就不太高的，阅读能力有限的，对吧？这个平均智商不是8到15岁的吗？看了这个根本就不知道说什么意思，他就不能好好说话，就是不能说人话呀。你让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对吧？你要说人话，其实就不需要好多人去解读，你不说人话，好多人再去解读，就解读乱了，意思又偏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乱象。说二手房价格仍处于深度调整期，他这么说的啊。他说根据简单，这就是中文的这个大家叫艺术性啊，叫博大精深啊。房地产市场继续朝止跌回稳的方向在迈进，那到底什么意思啊？有没有止跌回稳？那按他这意思是没有的啊，因为朝那个方向在迈进嘛。国常会周五也说了，要以更大的力度促进这个房地产止跌回稳，那就是他没有止跌回稳，但是他又是在向这个止跌回稳的方向在迈进，这个他就不说这个房地产还在下落之中，他不能这么说，一定要换种说法。从5月份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商品房库存持续减少。从市场交易来看，在各项稳楼市政策作用下，房地产销售基本平稳。1到5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下降2.9%和3.8%，就同比跟去年1到5月比销售面积、销售额都是下降，与1到4月份基本持平。部分1、2线城市市场交易较为活跃，商品房销售的面积和销售额保持增长。那上海的那个豪宅，对吧？那个杭州、成都的那些核心地段那些房子，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从市场价格来看，新建商品住宅同比降幅继续收窄。从商品房库存来看，5月份商品房待售面积比4月末是减少了715万平方米，连续3个月减少。傅林辉强调总的来看，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政策持续显效，也就是说政策还是管用的一直在起作用。5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但要看到房地产市场仍在调整过程中，市场信心还待持续修复，市场供求关系仍待改善，促进房地产止跌回稳还需要继续努力。也就是你看这个新闻发布会他说的话总是让你不好理解，读完之后很多人感觉好像他没说啥，说了啥吗？听明白啥意思了吗？这房子到底稳住了还是没稳住？韭菜该买还是不该买了？完全不知道。我们再看看这个彭博社说他说5月份中国新房价格出现7个月来最大跌幅，凸显了政府高层官员再次承诺振兴房地产市场的原因。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不含保障性住房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0.22%，4月份环比下降0.12%，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0.5%，为8个月来最大跌幅。数据显示，去年9月刺激计划效应正在消退，中国购房需求受到抑制，而政策制定者正努力
重振这一需求。瑞银集团分析师张宁上周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们预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将在2025年持续，但房地产活动的降幅将小于2024年。路边社的意思是，咱们的房地产是在加速下跌啊，二手房是8个月来最大跌幅嘛，新房是比4月份环比下降也是扩大了，这个也符合咱们节目一直来的判断，对吧？什么小阳春呢？什么这个上海的这个新房日光盘呢？什么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成都的什么那个土拍价格创新高啊，那都是炒作啊！现在这个数据啊，无情的打脸。我们看看啊，中国的专家怎么说的，咱们自己也就别瞎解读了，对吧？这专家有话说，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解读。中国商界杂志社报道啊，说房价是涨了还是跌了？房地产最新数据出炉，说啊，6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5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这数据咱就不念了啊，反正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大家想看的，我在网上搜一下看看。这个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5月房价指数充分说明各地说了要啊，紧扣近期国常会会议精神，更大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也就是要紧扣国常会的会议精神。算术平均计算，5月全国70个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环比涨幅为负的 0.5%， 同比涨幅为负的 6.3%， 其中环比指标有所变差，也就是跌幅有所扩大，这不就加速下跌吗？对吧？这是我以前是吧？是不是前一阵子节目一直说啊，这进入6月份，这房价是在加速下跌啊。从市场反馈来看，各地二手房房东和中介表示，近期看二手房的客户相对少了一点，当然一些房东依然有急抛的现象，挂牌价卷的现象比较明显。严跃进表示啊，从同比涨幅指标看，总体还是在改善的，就加速下跌了，都已经对吧？下跌速度都快了，怎么还叫改善了呢？主要在于去年4季度以来，二手房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会使得同比指标有所改善。目前来看，二手房也有分化，一些好学区、好地段、好户型的二手房价格基本是企稳的。在同比方面，5月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7%， 降幅比上月收窄 0.5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0.7、0.1、6.6 和 3.2。 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6.1% 和 6.9%， 降幅分别收窄 0.4 和 0.5个百分点。严跃进认为啊，他说二手房的价格逻辑和新房还是有差异的，不同的房东对于定价有不同的看法，对于价格讨价还价空间也有较大差异，各地需要客观看待房价走势。反过来看，若是价格有所下调，在客观上也使得购置二手房的性价比明显提高。实际上啊，二手房的销售数据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咱们节目一直介绍，对吧？二手房交易很多不是真实的这种交易啊，有的是为了倒贷款，有的是为了诈骗。就这样的情况下，二手房价格还在跌，这已经说明问题啊。说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发展，值得注意的是，5月新房和二手房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均有所下降。对此，严跃进表示啊，必须准确认识到当前房价指数的走势。一方面，总的形势依然是向好的，尤其是一些龙头城市依然保持新房价格坚挺的态势，其对于市场预期稳定等都有较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要关注房价上涨城市数量减少的风险，至少要意识到房地产市场此前持续回稳的态势遇到一些新的阻力，各地要持续研究潜在需求，促进交易数据的向好发展。那怎么办呢？这个专家说啊，建议各地在购房首付比例下调或优化购房和户籍政策更好结合，将家庭住房面积低于45平方米的家庭纳入保障房对象领域，应该有积极动作，其既可以解决短期止跌回稳问题，也可以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向好发展。严跃进说啊，这我不太理解啊，你把购房首付比例下调，这个房子就止住了是吗？就企稳了。户籍和购房政策更好结合，也就是买房送户口啊，买房送户口那只有上海了，这是要救北京上海呀。家庭住房面积低于45平方米的家庭纳入保障房对象，你这个跟那个楼市止跌回稳没有关系。楼市止跌回稳应该指那个商品房，对吧？市场价，你的保障房是保障房。总之啊，从这个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大家仔细去看，目前楼市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对吧？你要说的不好吧，他老说你唱空啊。我们再看几条消息啊，首先是网上有一条报道啊，说贝壳
CEO 的年薪7.13亿，这个确实天文数字啊。说据了解，根据贝壳发布的2024年年报，董事长兼 CEO 彭永东当年薪酬高达4.007亿元，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单义刚薪酬为2.995亿元，两人合计薪酬7亿元。而在2023年，彭永东薪酬更是飙升至7.13亿元。如此天文数字般的高薪，与贝壳在行业中的表现形成鲜明反差，也和员工收入水平差距悬殊。2024年，贝壳净利润同比下降31%，为40.8亿元。与此同时，贝壳平台上数量庞大的经纪人，人均年收入仅在17.4万元左右，人均17.4万元也不低了。实际上，这个新闻告诉我第一个，贝壳它作为上市公司他愿意给董事长发多少工资，这个只要他过了股东大会没毛病他爱发多少发多少，这不犯法。他只要过了他的股东大会，完了之后他该交税，你说不着人家。这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从这个董事长7亿年薪到这个人均收入17万，这都是在中国这个目前当下这水平都是非常高的这个贝壳的经纪人平均年收入在17万，这低吗？咱们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多少所以不低那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房产中介这经纪费中介费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我就纳闷了这是各行各业都这么卷，为什么房产中介它不卷呢？大家难道不觉得很奇葩吗？他能给董事长发7个亿，说明他赚了这么多钱了。那作为一个房产中介，这房地产行业吧，你怎么还有这么大利润呢？所以说，行业主管部门应该从这儿下手，对吧？你这个中介费太高中介费再加上契税，让这些对吧房奴买房的卖房的都深深的被扒掉2层皮。胡适不行的时候，对吧？这些金融消费者在那高喊是要降印花税、降各种税。那么为什么这个楼市低迷，没人喊降这个中介费呢？降各种契税，对吧？要降对吧？你要从贝壳的年薪可以看出这个降中介费还很大的空间。而再加上这个银行利息，对吧？按揭贷款利息昨天公布的是3.1%，你要跟日本是0.几比，你中间还有将近3个点的这个空间呢，3%呢。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楼市还远远没有到底对吧？赶紧出政策吧。我们再看看这个不利的消息说2024年中国幼儿园倒闭了2万多所，民办学校倒闭1.5万所。这个直接原因就是孩子少了，这个对楼市来说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至少是不利因素吧。2万所幼儿园没了，你孩子少了这么多，你后面接盘的人呢？我们再看浙江金市报道，这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看看杭州现在这个经济什么情况。这是浙江金市报道的说杭州12年网红蛋糕店突然宣布停业。他在杭州已经搞了12年了蛋糕店停业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先看一看6月15日深夜，杭州本土网红蛋糕店欢牛蛋糕屋发布致消费者的告别公告，突然宣布停业，结束了经营12年的历程。公告称欢牛蛋糕屋的故事即将画上句号，成本激增，市场竞争如潮，加之我们自身的管理失误，最终使我们失去了继续为您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对此，我们唯有最深切的痛悔与歉意。关于会员储值余额问题，所有会员的储值金额均在欢牛总公司账户中，公司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制定处置预案，另行告知客诉处理途径。虽知无法完全弥补信任，仍恳请您接受我们最后的歉意。此前，杭州市钱塘区法院对欢牛蛋糕关联公司及法人发出限制消费令，引发消费者担忧。6月8日，欢牛蛋糕屋官方还就是不是跑路了一事发布回应称，我们没有跑路。文章中，欢牛蛋糕屋称，欢牛没跑路，我们还在，也还想做好，只要您愿意再吃一口，我们就愿意认真的给您做。一家经营了12年的网红蛋糕店爆雷了，这不资金链断了吗？那个消费者充的卡还没消费完呢，退不了吗？这不就资金链断了吗？但是我觉得你也不能简单的说这个网红蛋糕店欢乐蛋糕屋它就是庞氏骗局，就是诈骗它恐怕刚开始不是为了诈骗，它就是要做蛋糕。那这么一个蛋糕店爆雷，说明什么？说明经济不行就是往里充钱的人少，消费的人多，他那个资金池钱已经花完了，他
资金池的钱用来付房租、付工人工资，对吧？为了打广告，那钱已经花完了。他现在靠什么呢？他靠新的会员往里充值，对吧？这个钱来运转，老的会员来消费，人家把蛋糕就拿走了。现在新充值的人越来越少啊，因为大家都勒紧裤带啊，不想消费啊。新充值人少，对吧？那就是进来的钱少，出去的钱多，那他只能暴雷啊。从这个啊就能看出目前杭州，对吧？它这个消费形势到底什么一个情况？最近我们听到很多，对吧？这个培训机构暴雷，考医师什么执照的、医生资格培训的暴雷，篮球培训的暴雷，这个网红蛋糕店搞了12年暴雷啊！这个你不能不说，这个网红蛋糕店的暴雷，它就是消费降级啊，就是大家不消费了，买蛋糕吃不如买馒头实惠，对吧？没有馒头性价比高啊，对吧？赚钱难，还吃什么蛋糕啊？买俩馒头回去啃，那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好，我们这期节目啊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